其實呢10年嚟，我哋都會有用一啲專業嘅建站系統嚟到去幫客戶做 website 嘅，例如係 WordPress 啊、WooCommerce 啊、Elementor 啊咁樣。咁其實有好處嘅，咁因為有呢啲系統 support 咧，我同埋客人就可以專注翻喺個內容啊、設計啊嗰上邊。咁而家仲有 AI 添啦，我哋都開始已經用 AI 嚟到去整網頁噶啦。其實我最近都會思考，即係 AI 時代之下咧，人類嘅技能仲有啲咩 value 咧？咁我都唔想冇份工噶嘛。咁我諗到有3樣嘢嘅，同大家分享下。第一，問正確的問題嘅能力咧，原來好重要嘅喎。因為 AI 雖然可以俾個答案你，但係本身你個問題問得啱唔啱先？譬如做 marketing 最基本可能就係問3個 W 啊、5個 P 啊咁，咁係咪咁就夠咧？其實問啱問題都幾靠本身嗰個人個 sense 中唔中咯。係啦，呢個第一樣。咁第二樣就係判斷真假嘅能力啦。因為原來 AI 係會俾錯嘢嘅喎，而佢又唔會話俾你知，哎呀，我呢個係錯㗎，咁佢梗係唔會話俾你知噶嘛。所以喺 too much information 嘅情況底下，究竟邊一啲啱邊啲錯，或者未必對與錯咁嚴重啦。可能呢一啲係吸引啲，或者嗰一啲對於你嗰個客戶嚟講係會描寫得重啲、深入啲，咁都係要靠你本身個人去過濾同埋去判斷邊一啲先係最有威力咯。而第三就係執行力啦。譬如 AI 可以將一個點樣整餐蛋麵嘅食譜俾你，但係你都要自己煮碗麵出嚟噶嘛。咁同我哋做 web design 個情況都有啲似咯嚇。我哋喺內容啊，甚至乎設計上啊，而家都可以用 AI 做到好多嘢出嚟。但係到最後將佢哋砌埋一個運作暢順同埋睇落舒服嘅一個網站咧，咁始終都係需要我哋嘅經驗咯。其實由以前到而家都係咁嘅，即係不嬲網上都有好多一啲嘅 template 啊或者罐頭嘅網站可以俾你揼落嚟用。咁但係佢限制好大嘅喎，你呢度擺一張相就係一張相，你攝多條片都唔擺得。咁而因為我哋個技術同埋 knowledge 足夠，我哋個自由度就好大嘅。即係無論你俾幅圖我又好，俾幾個網站我去抄啊，唔係 reference 又好，我都可以將呢度嘅好處、嗰度嘅部分，或者根據翻呢個客嗰啲內容嘅分量，咁砌翻啱一個完整嘅網頁出嚟，而睇落咧，你唔會覺得哇好罐頭啊咁樣嘅，係咯？呢個係咁啱問開 AI 問題一個少少嘅分享。